今日姊妹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8月初3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、15节。创世纪32章第3节到21节。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救家己。自救、人救是一句俗语话啦吼，意思就是讲人着爱知影，着爱听家己，因为若自我沉沦的人，无人会当救。但是基督徒的信仰，敢毋是强调讲上帝拯救吗？那安尼基督徒阁需要家己救家己吗？足侪人真爱咧讲到一寡错误的信息，讲救恩是无价啦吼，是白白得来啦吼，上帝会听是无条件的听。其实这讲法拢对，但是咱若准干若安尼咧看的时阵，却毋是遐尼正确。根据伫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。讲叫一切相信伊的人，未得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生。这个内底咧讲的迄个得到永生是有条件哦，毋是无条件吼，就是着爱信的人。简单讲，就是接受的人。那安尼，咱要讲基督信仰的中间得救的必要条件，就是爱先救家己。伫咱即几天的经文的中间咧，讲到雅各决定来脱离伊的阿舅拉班的欺压。如果伊无有付出行动的话，伊就无法度得救，望上帝的保守甲赐福。伊带领伊的全家离开拉班，就是一种救家己的作为。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32章第3节到21节。讲到着雅各怎样安排礼物啦、仆人啦、太太啊、儿女啦，伫伊的头前，这是一种救家己的计划甲作为啦吼。雅各派人先伊去移动地区，就是西尼去见伊的兄哥以扫。雅各交代因讲，恁着甲我的主以扫讲，你的仆人雅各安尼讲，我伫拉班遐寄居。带到今仔日，我有牛、驴、羊群、仆人、女婢，当我派人来对我的主报告，毋望对你得到恩典。派出去的人倒转来甲雅各报告，我有去你的兄哥以扫遐，伊已经来要看你，佮带400人做伙来。雅各大惊，佮烦恼。伊将伊甲伊做伙的人，以及羊群、牛群、骆驼分做2队，想讲以扫若要来攻击这队，剩的迄队夭唐逃走。伊祈祷讲：我的阿公亚伯拉罕的上帝，我的老爸以撒的上帝，上主啊，你捌甲我讲，你看倒去你的。你着转去你的本地本族，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。你的仆人真卑微，袂堪伫领受你的慈爱甲信息。我以前单举拐仔过约旦河，今仔日我带2队人马倒来，求你救我免受我兄哥以扫的伤害。我真惊伊来杀死我甲我的母囝。你捌讲，我一定要好款待你，互你后代亲像海边的沙，坐甲算袂了。迄暝雅各伫遐迄暝，就对伊的精神敬礼物，要送互伊的兄哥以扫。山羊母200只，山羊犅20只，绵羊母200只，绵羊犅20只，骆驼母甲因正年的骆驼囝30只，牛母40只，牛犅10只，驴母10只，驴犅10只。伊将这的精神分做一队一队，交代伊的奴仆。伊甲仆人讲：恁做前去，互逐队保持距离。伊阁吩咐带头的仆人讲：我兄哥以扫拄着恁的时，伊若问讲。你是甚物人的仆人？要去倒位？
你头前遐个精神是甚物人个？你着讲，遮个拢是你仆人雅各个，是要送我的主以色的礼物。伊本身嘛伫后面。雅各搁吩咐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甲所有赶逐精神的仆人讲，恁拄着以色的时阵，着安尼甲伊讲，搁恁嘛着讲，你的仆人雅各伫后面。雅各家己拍算，我用头前遐个礼物来解伊的怨愤，后来我才来见伊，可能伊会接纳我。后来，伊互遐个仆人带着礼物先行，迄暝雅各歇伫营中。雅各即种追求人甲人和睦的做法，也是一种救家己的做法，是蒙祝福的做法。圣神降临，充满大地，这些人深受感动，因此听彼得的见证了后，有真侪人信主。彼得对这人呼吁讲，爱因悔改，爱伫主耶稣基督的名内底来受洗。后来彼得更较清楚提到着讲要救家己脱离这个邪恶的世界，因为只有安尼，才会当真正得救。主题中段第2章37节到47节。众人听着这个话，心内亲像雨插刺插着，对彼得甲其他的使徒讲：各位兄弟，阮应该做甚物？彼得对因讲：着悔改，逐个人拢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互恁的罪通得着赦免，伊就会领受上帝所赏赐的圣神。因为这个应允是要互恁甲恁的子孙以及一切伫远远所在的人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所呼召来归依的人。彼得佫用真济的话出力做见证，免因讲，着救家己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。对安尼领受伊的信息的人，拢受洗礼。迄日信徒大约加添3000人。因专心领受使徒的教示，参与团契的生活，八饼祈祷，互使徒行真济奇事神迹，引起众人敬畏的心。所有的信徒拢做伙生活，所有的物公家用，搁卖家产来财物，照逐人的需要分互大家。因逐日同心合意伫圣殿聚会，搁伫一家一家来掰饼，用欢喜诚心做伙啉食，上赞上帝，搁得到众人欢喜接纳。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。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，15节咱前礼拜拢已经有读，则请兄姐家己搁来研读。感谢上帝赏赐圣神，互阮会当受感动、被充满，会当得救家己，并且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